各位小朋友好，我们今天呢是我们台语课的线上演练。那我们每次都会上这个护照上的依据，总共一个学期就会上10句。那每一节课呢，我们只会上一句哦，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要请小朋友要跟着念。那你听的时候嘴巴也要跟着动，这样呢，我们每次只学一句，你就不会觉得说我们在期中考的时候要背1到5句很困难，因为一个礼拜只有学一句哦。然后还有就是，除了这个护照以外呢，我们还会安排一下这个课本的部分哈。那课本的话呢，我们通常都会有电子书。那电子书呢，我们会告诉小朋友要念第几页，之后呢，我们会有真正线上课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这个电子书的连结，再请小朋友跟着这个讲的就是页数来跟着练习就 OK 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的台语课、本土语课的部分就是这样子哦。多谢大家，后盖再会。